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20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国内伫今仔增加85000个本土病例，49人死亡。另外，当咧隔离的这个民众呢，若要请假，劳动部表示会当伫咧请假过后的30天补证明。教育部今日宣布，2岁到1岁满5岁要件津贴，今年8月会搁再9元到5000块，第二天、第三天也另外增加。总统蔡英文就6周年有民间协会做民调，愿意蔡英文两花论述有5成支持，要3成表示反对。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咱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85720个本土病例，49个人死亡。上届食来的就是这中重症病例增加237人，创下新高。指挥中心表示，这中重症个案依然是以70岁以上为主。另外，对于5月25开始，这确诊者、隔离者的电子通知，只要是民众有甲资料填好势，就会随开电子的通知书。而且，这隔离时间也有修正，对最后的接触日算是隔离开始的头一天。物流车从一箱快递汽车搬入去门市，结果柜台头前排真长要付钱的人，来付20伫全台湾将近1500间门市卖脆软快递汽车，各店到货较无1分钟就全部卖完。国内新冠确诊数持续窜悬，指挥中心宣布，20个新增加85720个本土病例，其中新北市上侪有23704例，桃市有11684例，台北市有11414例。今天来讲，几乎是全部的都往下降，几乎所有的县市都往下降，那是不是一个顶点的契机？我不敢说，都要在2天看来观察一下。另外，中重症也增加237例，创下新高，也新增加49例死亡，其中48例拢有慢性病，21例无注新冠疫苗。死亡个案年纪是伫30外岁至90岁，30外岁死亡个案拢总3个人拢有慢性病史。还是以这个70岁以上的年龄层这个中重症的个案数以及发生中重症的这个比例都还是算较高的这个族群像在70多岁的这个年龄层的话，中重症的比例是占1.3%，到80多岁就升到4.7%，90多岁就变成是10.5%。到底确诊数第一时间来抢悬的同时，防疫系统转大塞车，民众也真不满。对这代志，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也亲身对外说明。确诊个案管理系统是现在我们的卫生局所的同仁直接可以在上面看到自主回报系统的所有的这个状况，这个是个案管理的部分。那最后呢，在数位证明的部分，一个接触者隔离的查询的证明的系统会在下个星期3上线。指挥中心预定5月25开始，全面简化确诊者、接触者电子通知的流程。只要民众摕到填报的资料了后，马上就会开电子通知书。另外，也新增加接触者隔离证明，提供予民众申请，并简化接触者的相关程序。也就是居家隔离时间全面统一，该最后接触日起算，袂阁以接到感染为准。联合问过，可能花个10秒钟，但是后续就会让整体的行动会快很多。关口还是最重要，就是那一支联络电话，只要那支电话正确，就我希望它能够在5个钟头内就要能够完成。另外，庄卡原乡离岛确诊病例增加，指挥官陈时中也答应，除了会加发庄卡所在快递汽车，也会伫1-2天内，把庄卡所在居民纳入快递阳性，就当作确诊的适用对象。若是非随儿童疫苗，也伫后礼拜2、24配发到各地卫生局，伫时效内愈紧做愈好。记者综合报道。这确诊者经过7天的隔离了后，若准搁再检出阳性，敢会当登去上班呢？劳动部表示讲，目前是无规定讲，这解除隔离一定爱做快筛，所以头家是袂当继续员工登去上班的。若准劳工个人有疑虑，是会当请假。也若确诊者居家隔离民众无收到通知书，无法度请假这部分，劳动部表示会当伫咧请假的30天后来补证明就会使了。台中进前传出一名物理治疗师确诊隔离7天基本快筛也是阳性，个别病院要求登去工作，引起争议。确诊者该隔离了后，若快筛阳性是毋是适合登去上班？民众拢在议论。
很多人家里面有小孩有老长辈，你就会担心比较多。如果可以不要在这个高峰期再混在一起，会比较好一点。就这样规定的话，那我们也不能说什么。如果还是阳性的话，那他如果想要回来上课或上班的话，我自己会觉得是不太好。如果被别人知道的话，应该是不太好的。指挥中心表示，确诊者经过7天隔离，传染率已经降低真侪，就算出外活动也未造成传染风险，所以无禁止登去工作。劳动部强调，目前无规定该隔离了后都要快筛，雇主免拒绝劳工重回职场。劳工若疑虑应请病假、事假或者是特休，或者是协商是不是应居家办公。筛出的是阳性的话，他有疑虑，他想要就是说请假，那他就可以请像普通伤病假或者是事假啊、特别休假都可以。那雇主呢，不能够因为劳工快筛阳性，而是拒绝他来工作，或者是强迫他请假。另外，疫情严重，卫生单位正无行，真侪居照顾家民众反映，一直无收到隔离通知书如何请假呢？劳动部一站通函表示，劳工请假时阵，若无收到隔离通知书，应先用健保快易通 App， 或者是所谓健康证明阳性检测结果作为证明。如果相关的这个资讯还不够明确的话，那么劳动部在今天已经下达最新的一个通函。那么，让我们的劳工朋友最晚可以在请假结束后的30日内，向雇主来补提供隔离通知书就可以了。劳动部解释，因为卫生单位处理旧安保法需要时间，第2集通函下达进程，还未收到隔离通知书的民众，同款应伫20了后30天内，也就是6月19进前提供证明予雇主就使。记者综合报道。针对着本土疫情，台北市长郭文哲表示，湘北地区过去一礼拜，这确诊人数差不多是伫咧3万到4万人之间。也讲疫情严重，真侪民众拢无出外，这接温的人潮差不多是减少一半。另外，为着要确保着医疗量能，台北市防疫专责病房是开到30%。也来讲到新北市的部分，市长侯友宜也宣布要启动分群照护，提供3种不同款年龄层的医疗照护。不过，伊本人去视察这疫苗注射站的时阵，所有民众等这居家隔离书等了上过久，当场该抗议。知道多少老人在排队吗？对，就记个单，真的。鼓励民众注疫苗提高保护力。新北市长侯友宜下晡前往中和环球购物中心注射站视察，民众大声တင်情，讲一直无收到居家隔离单。不过，其实同款的情形，台北市嘛是同款发生。就算你全班都被停课，也不是全班同学都是居家隔离者，你不会有居隔单，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接触者不一定会有被居家隔离，因为5月8号开始。中央就调整了密切接触者的匡列，只有同住的亲友作为匡列的原则。病例数一直增悬，台北市干那居家隔离单的订正案都将近1万件。台北市长郭文哲认为，以湘北确诊数的统计来看，拢伫咧3.4万例左右。主要原因就是咱国人自动降低活动，这接温的人即马剩50%。新北市长侯友宜是预估，新北市的疫情后礼拜拢还阁会伫个原点。新北市宣布要启动3种年纪的分群照顾，亲像80岁以上的长辈是主要的照护对象。80岁以上的长者都是最脆弱的族群。今天开始，新北启动分群照护，期待这样一个制度能够确保我们中重症不要发生，也确保降低死亡率。湘北医疗量能，新北市专责病房空床率31%，台北市防疫专责病房原来有897床。郭文哲认为量能有够，无需要一直增加防疫病床。同时宣布快筛阳性就医分流的原则，呼吁台北市65岁以下民众使用车来数。65岁以下，你速度要快你只是要做 PCR 确认跟领一个感冒药的，那就用车来数。你65岁以上，你要领抗病毒药物了，那你就去那个一般医院的防疫急门诊慢慢去看这样轻重分流呢。但是新北市已经替囡仔买5万份喙脓快验，有需要还阁会买第2届，也建议中央会当思考用公费来买快筛试剂加喙脓快验。记者综合报道。
因为疫情关系，有真侪民众拢有视线看诊的需求。指挥中心所推出的健康疫苗 App 算是正人嫌，嘛讲这个真歹用，注册就卡掉的，甚至有医生也讲呢，真少使用到这个 App， 连到用Line伫咧做视线看诊，也讲甲病人是约定时间了后，就当进行视线看诊咯。所以你是要做通报吗？对，因为我预约的时候，它上面是写快筛用进通报。哦，这样哦。那在这一部分的话，因为我们是中医诊所，我们可能没有做这样的服务。这确诊病人透过健康疫苗 App 挂号成功有效到线顶视线看诊，不过医师煞讲起，因为拢是为看诊退休啊，是希望透过线顶医师看诊，进一步判断快筛阳性，确诊通报。他以前是只有看诊系统，你看这个也是啊，联合医院的冠状病毒 PCR 已经阳性了，那么我就不晓得他为什么挂上来，有可能跟保险有关。中医师黄建营无奈表示，其实透过线顶视线看诊，真少用健康疫苗 App， 因为及时性无够，大部分使用来视线看诊，家己用开群组，而且病人拢是朋友介绍，拢是为看诊，而且更较及时方便。赖的使用的方便性，生病了都在我们的朋友族群里面，就很容易透过介绍可以取得一些资讯。健康益友的话，可能必须要前一天开始预约，病人到底会不会在场，会不会临时取消，都会有一些状况。不止医师怨言，民众怨言也未少。点开健康疫苗 App， 下载页面就知影网络评价1.56星，因为使用人评价拢是无够好，唔是讲注册卡掉咧，就是系统常常未叮当。我们就是一个1.5星的团队，其实80%的这些使用者从第一步注册的这一关就被卡住了，来去整合这些服务，不管你是要改用 Line@ 的做法，还是继续在这个健康益友 APP 上面做改善。有立委指出，健康疫苗 App 系统只做一半，医师干那协推病人人名都爱用真侪时间，也无连接医疗系统，建议整合视线看诊平台，减轻医护工作负担。记者综合报道。国内这疫情当咧滚假，对年初到今这重症的个案已经有522个人，其中死亡的有431个人。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这致死率真有可能会继续升悬，也毋过也有医生来认为讲，目前爱先互这快筛阳性的民众使用抗病毒药物以外，也爱特别注意这宗教机构，也爱鼓励到大人注疫苗，才有可能把这致死率压伫咧1/1000以下。经济指挥中心监测，今年4月本土疫情一开始死亡率达伫3%到3.3%，不过到即马差不多是4%。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致死率会继续往顶悬行，不过无希望超过1/1000。个人医师就表示，控制致死率比1/1000较低，除了爱扩大快筛阳，就是确诊的对象，佮马上互抗病毒用这药以外，当照机构检测，佮提升第4期注射率才有机会。快筛阳如果能够马上给药的话呢，将会节省1到2天的时间。那有些人他其实快筛阳的时候，他已经到第2天、第3天了，所以如果你再拖1、2天呢，就会延误这个治疗的时效。目前最重要的族群应该是在长照机构里面，还有在家里的老人，家里的成员要小心，不要得病去传染给他。那也要鼓励这些人，还是尽量要多打1剂疫苗。到底新冠本土确诊数愈来愈多同时，全国囡仔确诊重症增加到7例，其中有3例是并发脑炎，引起不少家长烦恼。医生就表示，Omicron 病毒会造成囡仔的脑炎。在其他国家，特别是香港，在经济普大流行的时阵，都出现相关的报告，也有死亡个案。不过台湾短时间内已经有3个个案，指挥中心应该赶紧针对囡仔脑炎案例做研究分析。其他国家报道的比较少。那并不代表不会发生啊。那所以所有的小朋友如果已经是确诊，但是如果有极度的高烧不退啊，那抽搐或者是没有发烧的时候活动力下降啊，或是有一些神志或行为上的改变，那家长应该就是赶快要送医。
医师提醒囡仔感染新冠肺炎第4轮未当轻视，若厝内底囡仔也无法度做疫苗，建议厝内底其他成员拢在先去做疫苗，严格接保护囡仔，唔通接触到病毒，因为囡仔会染疫真侪时阵是互厝内底人去喂着，千万都要细致。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今日宣布，这2岁到还未满5岁幼囝津贴，对去年8月开始咧，逐个月本底是2500块，增加到3500块。到今年8月，搁再9悬会到5000块。另外，这生第2梯、第3梯以上的也9悬津贴。有家长表示讲，确实会当减少因的负担，不过也有一寡家长认为讲，改善大环境甲顾院的政策，会比9悬补助搁较有效。囡仔伫幼稚园斗阵伫佚佗，为着解决囡仔生少的问题，教育部对2岁到无满5岁幼儿津贴，去年8月适用每个月2500块，提悬到3500块。今年8月搁再增加，提悬正税每个月5000块。另外，第2梯也有第3梯以上的幼儿，也搁再提悬津贴的额度，除了减轻父母的负担，也希望讲会使刺激这个生育率。自2011年的8月起，我达加倍目标为5000元。那另外第2胎跟第3胎的幼儿，他也可以再提高津贴的额度。教育部表示，对着2岁到6岁幼儿教育加照顾，提升并加教保的供给量，增加幼托补助加幼儿津贴为目标。111项年度政策实施了后，估计有40万名幼儿会受到帮助。另外，这就学的学费也会来减轻家长的支出。以公立幼儿园来讲，现行头1梯每个月只要交1500块，今年8月了后只要交1000块，第2梯以上免费。那即使要缴费，因为目前就是每个月以不超过1500为准嘛。那一个学期以4.6个月来看，那他们全学期要缴费的部分最多就是缴到6900。教育部表示，现行卫福部0岁到无满2岁已经有幼儿津贴，教育部扩大发放，提供无满5岁家庭幼儿协助的做法。对着教育部这样政策，家长的看法也不同。在我的负担之内，我觉得是还可以这样。你说什么都涨，就是薪水不涨啊？对啊，就是这个成本就是高很多了耶。有家长表示有补助加减有差，不过也有家长认为讲大环境物价真悬，加上厝真贵的影响，敢若是增加生育补助，真难提升生产的意愿。整体改善教育加托婴的政策，会比提悬补助效果更加实际。记者综合报道。受到南方云系影响，屏东恒春对半暝开始落大雨，地区西门路、恒南路、南公路拢小可淹水。根据气象局的统计，恒春伫咧3点钟内就落207毫米雨水量，甚至有伫咧1点钟内落114毫米的情形。加在这水拢消透了真紧。另外，伫咧屏东的万里洞有3名畅水游客，可能是海面的变化上过赶紧的，因无法度家己起来，落去由海巡人员解救倒转来。3个唱水的人来到屏东万里洞唱水，无想到海涌是愈来愈大，想袂转来，也互海涌降到大石所在。海巡接到通报了后，赶紧骗所甲3个人救起来。我们是使用我们的抛绳带等救生装备，然后实施救援。这种天气还能潜水吗？不行，我们今天都公休了。天气真歹，当地水上活动业者也毋敢营业。另外，恒春半岛的天气也出现落大水雨的情形。当地民众讲，雨才落几点钟，厝内底就变水池啊共款。受到南方云系影响，恒春对透早5点到8点落大水雨，闪电4下弹雷公。恒春镇的西门路、恒南路、甲南光路这些所在拢积水。鼓山桥往海博馆的方向，甚至出现涂抹的情形。恒春镇早起3点钟就落207毫米雨量，1点钟雨量达到114毫米。下半天对流云系随着低压移动，落雨集中在华东地区。今天这个低压会逐渐从台湾的东方海面北上，那整个云系呢也随着就是往台湾的东方海面移动。整体来说，今天的下半天在降雨的部分，大概都会比较集中在我们的花东地区。气象局提醒，礼拜了后受到风面的影响，天气会更加无稳定。风面经过期间会出现有时好天，有时落雨情形，天气变化速度是真紧，民众爱多多注意气象的预报。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国中的教育会考，伫这个拜六礼拜就要来考试啊，要到20万名考生来考试。到今日中途为止，在家隔离、在家检疫、自主防疫考生有4200多人，因会伫咧第二类备用市场来考试。另外，若准是 PCR 确诊的，或者是快筛阳性的考生，计共有2900人左右。这回因是袂当考试，就要参加6月初4、初5补考。伫厝的线顶上课2礼拜，9年级的学生囡仔真侪工无见面，小少做伙看会考的考场。就是早点休息，多睡觉。台北市万丰高中考场有4个国中将近1000个考生，因为挖进万丰病院，礼拜六甲礼拜会考，考生要入场，袂亲像看考场安尼，直接经过 PCR 采检站。疫情毋若影响入考场的动线，教育部统计，到20中昼12点，将近20万个考生内底有2901个考生确诊快筛阳性，无经过 PCR 采检，也是无得到 PCR 结果，会当参加6月初4甲初5的补考。居家隔离1690人，自主防疫2544人，也甲基检有2个人。爱伫已经开设的653间第二类备用市场来考试。若是考试迄天有发烧，也是呼吸道镜头的考生安排到其他第二类备用市场。健康中心去做一些观察，然后如果说有这样子的一个必要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启相关的一个防疫的措施。一寡考生讲，这2礼拜拢有乖乖踮伫厝的，看新闻就知影讲20前若是快筛阳性袂使去考试，毋过有考生好奇，就算无爽快，有偌济人会想要快筛。我觉得应该是不会有什么人会去在这时候快筛啊，有症状会去筛啦，不然隐匿就是对我自己分数不好，对其他人也不好。有中学校长是讲，最近确实流传卖快筛都无爱讲的问题，不过若说身体无拄好，佮快筛阳性，现场考试会受影响。万一佮互查到，取消考试资格，归期身体调养好势再来补考。记者综合报道。有真侪县市伫咧昨宣布讲，这5月23到29，高中以下抑个幼稚园全拢改做是线顶上课。不过，云林县长张连生昨暗伫面册表示，云林县是袂照咧安排，却引起家长反弹。翻点过后，政策改变，国家讲要改做是线顶上课啊，包含彰化、南投、嘉义、花莲等县市，也拢对咧改讲要线顶上课。另外，国教署也表示讲，这国立的高中节会当配合地方防疫，学校家己来决定，敢要改做线顶上课。云林有家长听到对5月23到29要全面暂停实体课程，改做线顶教学了后，总算会当安心。因为原底19的暗时，云林县长张立生伫面册刊文中表示，要军队其他县市停止实体课程，引起家长的不满。20的饭店紧急宣布要改做是线顶教学。我本身是想要停课对，因为这阵子是将进入高峰，对啊，太严重了。这还是有很多家长说，我们的孩子没有办法照顾哦，所以昨天我们本来认为了应该是实体跟线上让我们所有家长因应那但是呢，我看到很多的家长还是希望能够线上教学他们比较安心。云林县府表示，原来高中以下学校甲幼稚园虽讲暂停实体课程，不过学校依然是正常运作。若家长无法度照顾囡仔，会当甲囡仔送到学校，阁有中昼顿通食。若云林县内有8间国立的高中节，这是由各学校来决定，敢要改做线顶教学。长官这边，原本的想法是我们要合并，不过我现在看到大概5分钟前，我们署里面已经通告我们所有的校长，可以配合配合地方政府的一个相关防疫措施。那云林县国立的高中节有这款状况，国立的宜兰高中19的第一时间，因为国教署无同意改做是线顶上课，也有部分的学生甲家长感觉真不满。当然，就是国教署没有同意的情况之下，我们不能贸然实施，所以才跟孩子说还要等国教署的回复。那到了昨天晚上应该是12点科长有回复署长已经同意了。宜兰高中表示，原底19也要对地方政府宣布后礼拜改做线顶教学，不过国教署无同意，一直到深更才接到通知，讲署长已经核准，校方也伫透早紧急发公告，让家长提早来应用。记者综合报道。
因为本土疫情严重，即确诊人数上过济，湘北地区已经无伫咧发防疫关怀包啊。不过桃园目前还阁有，而且一天上济发超过1万份，甚至有外县市的民众走来领。总统蔡英文今仔日也去到桃园，要视察这防疫关怀包的办理情形。满满一地真大地，内底有泡面、饼、饮料，也有5节的检查试剂。桃园关怀包是真受到欢迎，上关记录一天发出1万份。你是帮谁领取？亲友。亲友。今天领几份？4份。4份。这个快易通的这个领取方式，你觉得方便吗？方便啊。帮我女儿他们。帮女儿他们来领。我领不到，只有领到1个，3个只领到1个。为什么？我不知道啊，就是他说过期了。过期了。我女儿说他们怎么可能过期？资料对完了后就先领，桃园市提供防疫关怀包快易通的服务。开放拜托，毋是住岗位的亲友，用先到市民卡来官方的户头，用有线来登记，也是直接到各区公所代领。对13到20短短8天的时间，总计已经发出超过6万份的关怀包，团出外县市的民众也来领取。现在新北很多人包车来领关怀包，现在防疫包有一点不太够，希望还是以桃园为优先。桃园市政府民政局表示，资源有限，关怀包发放的对象是伫特殊假日期间，而且涉及桃园的确诊市民，才会领，无提供外县市的民众领取。另外，在520就1万6周年这一天，蔡英文总统以防疫优先，视察桃园防疫关怀包快易通办理的情形。目前台湾正处于疫情的关键的时刻我们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降低致死率并且要持续的提升疫苗的覆盖率，来降低这个疫情的伤害蔡总统表示，因应疫情威胁，现阶段有4个重要工作，除了强化 PCR 检查站的量能，设立确诊者关怀中心，全面提升儿童医疗量能，也提高疫苗注射率。再来2年的任期，会继续专项未来建构更加有韧性的国力。记者综合报道。在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美国总统拜登今仔日去到南韩进行亚洲访问的头一站。根据到白宫所掌握到的证据，北韩将有可能在拜登拜访南韩期间内进行核子武器或者是飞弹试射。南韩新总统文锡月21日加这个拜登做回来举行高峰会，落尾拜登22日去到日本，宣布成立印太经济架构 IPEF， 而是会加印太战略谈判4方安全对话领袖会谈，共同来反制中国经济军事变大野心，展现美国要增强守护东美国意志，是拜登这桩上界大意义。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18日在新闻简报时，对媒体记者说明总统拜登自出开始访问韩国、日本亚洲行的重点。On security and economics, on technology and energy, on investment and infrastructure, we think this trip is going to put on full display President Biden's Indo-Pacific strategy, and that it will show in living color that the United States can at once lead the free world in responding to Russia's war in Ukraine, and at the same time chart a course for effective, principled American leadership and engagement in a region that will define much of the future of the 21st century. 根据白宫者阿伯证书，北韩有可能在拜登进入日本甲韩国期间，或者是前后进行核子武器洲际导弹试射。苏利文表示，安尼倡导行为只会予美国增强守护东盟国意志。访问韩国3天期间，拜登会在南韩新总统尹锡悦的陪伴之下，参访三星电子的并捷工厂，显示两国共同努力强化共享的决心。拜登22日会转去日本访问，会在东京宣布成立印太经济结构 IPEF， 搁在支持甲印太战略友伴4方安全对话领袖会谈。美国川普政府在2017年提出跨太平洋友伴协定，拜登政府上台了后表明无想要重新加入，即嘛是推出印太经济结构 IPEF 取代。前小布希政府国安顾问麦克格林指出，亚洲国家还是降低关税，或者是得到更加多进入美国市场的方式。IPEF 拢无实际内容。The administration here in Washington put forward this IPEF,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It's a placeholder. It's better than nothing, but lots of quiet frustration in Tokyo and Canberra and elsewhere because there's not a lot of substance to it yet. So President Biden will get some pressure from his friends to do more on trade, more on economics.
对中国警告美方要拍台湾牌，一定将局势影响危险经济讲法。苏利文日空军1号飞行随行媒体时阵表示，美方相信中国咧透过伫台湾甲台海周边倡导性军事活动，声援紧张局势。不过，伊也佫表示，美国对台政策无变，美方支持伫美中3公布台湾关系法甲对台6项保证的一种政策。美方维持对支持台海和平稳定承诺，确保袂有任何一方面单方面改变现状。公司新闻王慧本报道。捌伫咧美国、中国、加拿大之间吵真久的明远州引渡案，2021月达成协议。明远州返去中国了后，这站代志无因为安尼生就来结束。美国前后这面两任这政府呢，拢一直咧要求，落尾加拿大伫19宣布讲，要禁止中国华为加中兴通讯 ZTE 参与加拿大5G 网络基础建设。那准这业者已经使用中国设备，也拢全部爱拆掉。We are announcing our intention to prohibit the inclusion of Huawei and ZTE's products and services in Canada's telecommunications systems. Providers who already have this equipment installed will be required to cease its use and remove it under the plans we are announcing today. 英美这国家在冷战的时代，为着围堵前苏联就秘密组成情报交换联盟的做法，后来为着防堵中国骇客入侵，也有借着网络服务进行间谍活动。这个联盟慢慢浮出台面，创始成员包含美国、英国、纽西兰、澳洲加拿大5个国家组成所谓的5眼联盟。美国在前总统川普任内开始替华为加中兴通讯这中国科技大厂开刀，加相关企业列入美商禁止往来黑名单。当年要求5眼联盟的各国比较办理。不过加拿大政府在2018年应美方要求，加华为前财务长明远州抓起来。中国也随拘留2名加拿大公民孔明凯加斯帕佛，所以加拿大对着进一步排除华为这中国企业显得相当的丢毒。一直到2021年9月，明远州得到释放，返去中国。2名被拘留的加拿大公民也得到释放了后，加拿大才正面来回应美方。The intention that has been communicated today by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to prohibit the ongoing installation of equipment from Huawei and ZTE is very much in alignment with our Five Eyes partners,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对此，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批评加国政府违反自由贸易精神。而当事人之一的华为科技是表示，明远州的事件3年了后出现这款的结果，无让人意外。强调这阵只是加国政府口头的宣布，也无任何法律条文禁止使用华为的5G 的设备。公视新闻齐嘉玲编译。罗西亚入侵乌克兰了后，真侪罗西亚体育界含嘅文界人士拢出来批评，也离开罗西亚。就一名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的当跳舞者斯米尔诺娃，伊就是其中一个人。伊19接受到法新社的访问，强调家己无想要违背良心，伊也感谢荷兰民众对伊的反击。骹手伸展充满力量。踏出的脚步轻卡等几年，这年优雅的舞姿来自前莫斯科大剧院波肖华芭蕾剧团首席女舞者斯米尔诺娃。今年30岁，斯米尔诺娃出世在俄罗斯圣彼得堡，有1/4乌克兰人的血统。伊勇敢发声反对俄国入侵乌克兰。在3月选择离开俄罗斯，退出已经10年的芭蕾舞团。伊在通讯软体体育馆写，家己每一期神经拢在反对这个战争。佢對俄國入侵烏克蘭行動感覺見笑。I think after 5-6 days, I made this statement on Telegram because I really felt I need to do it because I felt so terribly sorry about all these, like big problems with the people who need to lose their houses, their homes. 5月19日，斯米尔诺娃伫荷蘭接受法新社專訪，講到離開俄國嘅心情。伊強調家己毋是叛徒國家，是因為家己良心做對嘅代志。不過，伊嘅決定並無得到親人嘅支持。雖然用要甲波肖華芭蕾舞團嘅舞者攏無聯絡，不過伊依然正掛念以前嘅同事。As a country is in isolation. Now also the Bolshoi isolated from the other world.
I had amazing 10 years working at the Bolshoi because so many choreographers, like best choreographers of the world, could come to stage to create even original ballets for the Bolshoi. 伊留片5个了后，住伫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真受到当地居民的欢迎。荷兰也怀愈来愈有趣的感觉，已经正式加入荷兰国家芭蕾舞团。10月时阵已经参加经典芭蕾舞剧《雷蒙达》演出。公视新闻王雅芳编译。第75届世界卫生大会 （WHO） 支持要伫咧瑞士召开会议，台湾已经是连续6年拢无受到邀请来参与。不过，卫福部今年有关会组成世卫行动团到现场进行专业交流，也会交出抗疫培训。大家看到说，现在整体在不管在提案或者在各国的一个议会里面，形成这样的声浪很大。不过这确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我想这种国际事务的参与，不但要透过我们的一些努力，那也要靠我们理念相近国家的来协助，能够说服越多的国家的话，那可能性就会越高。卫福部长陈时中强调，要去 WHO 这件代志已经拍拼真侪年咯。台湾伫世界当中愈来愈互看见，肯定台湾是世界卫生贡献的国家。外交部也强调，政府除了筹备世卫行动团，下党派立委也组成示导团，来去到日内瓦，希望和政人交流，替台湾发声。总统蔡英文就职6周年啊，当着这落西阿帕乌克兰，外界也真关心台海局势。着民间的协会公布蔡英文总统就职6周年的满意度的民意调查，要95%民众满意蔡总统的两岸政策论述，不过也有29%的民众表示反对。有学者提醒讲，民众支持无支持的比率拢真悬，也着爱注意无同款的声音。总统蔡英文就职满6周年，拄着国内疫情真严重，甲俄罗斯以及乌克兰开战，国界也真关心台海两岸情势。根据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所公布的蔡英文总统就职6周年的满意度民意调查结果，近50%民众满意蔡总统两岸政策的论述。学者分析，蔡总统无第2任摆卡的问题。另外有6%民众认为，俄罗斯甲乌克兰战争爆发了后，中共会趁机会入侵台湾。有76.3%人是认为袂。台湾的民意已经呈现比较稳定的，这个稳定是相对于过去的其他参考民调，譬如说这个判断中共会不会对台发动战争啊，大概是70%认为不会。比较难能可贵的是，执政到现在6年了没有所谓的跛脚的问题。林廷辉也进一步表示，有近70%民众支持两岸在疫情稳定的前提下开放来交流，显示民众自信心无互中共军机直接来侵扰恐吓。另外，民调显示，民众保卫国家意愿超过60%，甲乌克兰民众参战的意志是差不多。国人对于这个中国对台的一些假讯息的一个操作上，其实已经有慢慢可以辨识。国人对这样的一个判断，其实慢慢自信心，或者是对自己的国防的认同，或者对自己国家认同，其实有在逐渐在提升。根据民意调查显示，49.7%民众认为中共对台认知足真严重，29.1%民众是认为无严重。学者提醒，无同议题民众支持甲无支持的比例拢算悬，爱注意民意看法无同款。这也是蔡总统刷来2年的任期爱面对的挑战。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防止中国加这境外势力偷摕国家关键技术，立法院进行国安法加台湾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的修法，包含新增加经济间谍罪违规者上当关12年，也着爱罚1亿。另外也新增加禁止采购中国或者是境外敌对势力的军用品条款。这寡法律条文呢，今仔日拢伫咧立法院3读通过。国家安全法修正通过。立法院长游锡堃20宣布国安法修法3读通过，新增加经济间谍罪，任何人袂使为外国、中国、港澳境外敌对势力偷摕、泄露，亦是侵害国家核心关键技术的营业秘密，相当会当罚12年，并科1亿罚金。另外，是伫外国、中国、港澳使用国家的核心关键技术的营业秘密，相当也当关10年，并科5000万。我们可以说，这个法案通过之后，台湾就正式进入了负责任的、可以
来约束经济间谍行为、负责任的供应链的国家。绝不能以国家安全为由无限上纲，让情治司法人来践踏人权。两岸情势紧张，国军强化建军备战，暗过较早有不法的厂商提供无好的军用品，危害国家安全。这届修法原来有重罚，除了新增加禁止买中国也是境外敌对势力的军品条款，若是知影是不是军用武器、弹药、作战物资也交付也是提供，相当罚10年，各重罚5000万。对于我们即将来到的，不管是我们特别条例、特别预算、军事采购上，都有嚇阻以及维持军品品质、国家安全跟军事利益的作用。另外，议会也三读通过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修法，缅甸国家核心关键技术的人员去中国需要经过审查许可。针对中资以别人的名义来台湾投资，民众若是证明予别人，会当处3年的有期徒刑，并扣1500万的罚金。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是无人机制造的大国家，两岸若总发生战争，无人机加入战场的比例是真悬的。咱的国军开43亿5000万，要伫咧全台湾，还有外岛高山飞大阵地，等45大营区建立着无人机防御系统。另外，美国空军和美国的智库有进行两岸的兵棋推演，分析台湾若准有1000台超过阿音速飞行的这个无人机，除了会当攻击，会当协助作战。俄乌冲突内底，乌克兰先用无人机有效打击俄罗斯的地面部队，也甲海上舰艇，伫战场充分发挥影响力。面对两岸情势紧张，中国阁是无人机制造大国，两岸若是发生战争，国军讲有可能中共甲无人机投入战场，所以超前部署，用43亿5144万，要伫全台湾甲离岛关山站飞弹基地等45位营区来建立无人机防御系统，透过冷杀反制无人机威胁。感知到无人机在就是进这要地的一个区域的时候，它就会启动这个电波，把它干扰，或者是就是让它失去控制，可以自行降落，或者是让它坠毁。空军证实，已经甲中科院完成签约，一定为民国111年执行到115年。另外，美国空军甲美国智库进行两岸推演，点出国军买无人机的机海战术，扮演拍替中共关键角色。若是国军有1000台超过阿音速飞行的无人机，除了攻击共军的载具，也会当安护咱方的飞机。腾云机，它在花莲外海进行这个就是测试，它是一个快要成熟的系统，而且它已经测试过，就是挂载国造的天剑1型飞弹，具有一定的制空能力。比如说在反击中共慢速机，特别是直升机的时候，是可以减轻我们主力战机的负担。学者讲，台湾研发无人机的脚步慢一步，不过即马长地肉，包括中研院研发的天魂2代无人机，进前已经头一遍出海测试。另外一款2代瑞烟无人机传出8月就会上市，会当挂载火箭弹，有侦查攻击的能力。学者也建议，将国内1万个会晓操作无人机的人，纳入全面国防体系，成立后备无人机大队。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县尖石乡的后山地区，拢无这药房伫咧卖这快筛试剂，当地民众若准备买，就爱塞车3点钟去到卫生所才买得到。县政府即摆也特别协调病院去到后山替大家做 PCR 检验，希望会当减少民众负担。新竹县尖石后山部落因为无诊所甲药局，民众要买快筛试剂，就驶几啊公里的车程到卫生所。往回车程3点钟，佮加上试剂数量有限，对后山地区的民众来讲，实在真无方便。来回的话，你最起码也是要差不多2个小时多到3个小时啊。我们要去坚持去那个什么买快筛啊，根本就买不到。县政府这站协调病院来到后山地区设立暂时的体检站，暗算会使做550个民众的 PCR， 很方便啊，对啊，而且它是免费的嘛，不用付费啊。尖石乡已经有做过一场大概800多人的 PCR 的一个检测，会再由我们的大安医院到后山就是我们的秀兰跟玉峰，再进驻做 PCR 的一个采检。县府也希望中央增加配合当地快筛试剂数量，乡公所是建议针对后山的民众，应该直接发快筛，让大家减轻民众的压力。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
今年底特别进行地方选举啊，有民间团体特别测试这倒啊算含手册，听见过去民意代表出奥部未见证的选举文化，互少年辈会当了解到对专制走向民意的选举文化，包含立委郭家如蔡义武，还有前立委陈碧仪，今仔日拢来致胜。陈碧仪也讲，希望过去这选举不公的问题会当真正消除，互少年世代有更较健康的政治环境。大陆啦，好啦，新的北一集齐了。你一句我一句，前立委陈碧仪和现任立委郭家如、蔡义武、甲曾敬庭等人提摆啊做民意代表，有的背景是咧做钱庄的，有的做农协会，嘛有人做八大行业。收到来线消息，开始策划案要敲代志。我们先成立这个法，修正动议的时候再加标。平常都吃斋念佛，无你做啥物代志啊？阮这八大行业拢是苦干实干。第一轮就输去的陈碧仪讲，好耍是好耍，不过心情真叮当。表情真轻松，心情真叮当。选到最后一名，佮比我事实上的现金佮足济，这叫做起跑点的无共啊，所以不只是咱这的人爱以身作则，咱爱互后一代一个好的政治环境、民主环境。设计这组叫社会书倒啊算的民间团体，用2年的时间，对摆啊到出册记录80年代乌金政治文化。因也用一寡台文字甲罗马拼音，像溜溜秋秋、条啊卡、蛇圆啊等等，小改社会书的美美角角。这个系列伊包括讲像今仔日的这个桌游，甲图文书、甲网架，互即卖少年会当了解讲咱台湾这个社会发展的内面这个乌金政治的规个脉络是安怎？因为这个游戏，或是因为这些书，去愿意去了解台湾的政治生态，进而可能是去更爱惜台湾这块土地得来不易的民族这样子。设计团队未来也打算用戏剧呈现过去专制政府造成民主选举无公平的情形，希望选举文化会当真正改头换面。记者阿明金曾派文台北报道。1920年代捌做过老师的简洁，因为想要协助农民反抗压迫，推动这凤山农民组合、台湾农民组合，团结2万多名农民向日本政府征抗。这个嘉义县的永庆高中，即阵特别规划简洁以入地台湾农民运动特点，希望会当互学生了解到咱台湾早期农民运动的历史。感激学生感恩人伫台顶演讲，分享老爸推动农民运动的印象。嘉义县永庆高中规划感激甲日本时代农民运动的展览，希望学生认捌这段历史。从前那么艰苦的状况之下，学生都很努力在上进。那现在有那么好的条件，更不应该放弃了。我觉得这个就是这种向上的精神啊，看能不能影响到学生了。展览当中有真侪感激参与农民运动的相片资料。校长指出，感激推广农民运动迄当阵，唔但来过嘉义，搁伫伫家成立台湾农民组合嘉义旗袍。迄当阵是中南部上侪人参加的旗袍。嘉义县它是以农来立县，那在早期简吉先生他在做农民组合运动的时候，他的足迹遍布了整个嘉义县的从海区、平原到山区。学校表示，这个展览只是开始，煞来会有在地踏查课程，配合嘉义县过去较重的农业发展，希望透过这款机会，增加学生对在地农业的认同，嘛传承历史的记忆。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台湾这日高龄社会失智症人口也增加，卫福部国民健保署就推测讲，自今年开始，65岁以上有失智症的老大人会超过30万人。最近因也特别推出数位绘本，来自威望升级的阿公，希望囡仔认捌到失智症，对失智症有同理心，关怀时代健康。有时笑笑的，有时爱生气，有时候还会乱丢东西。用囡仔对谈，讲出厝内长辈情绪的变化、认知能力、退化等等失智症的症头。卫福部国民健康署特别以失智症做主题，出版数位绘本，希望囡仔嘛通关怀阿公阿嬷的健康。有这样的一个长辈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样去让小孩子和他人？家中他面临到这样的一个失智长者的时候，如何从他最早期的就能够发现哈，所以必须要对失智有所认识。
国健署表示，伫2019年60个岁以上着失智症的人，大有23.9万人，推估到2021年会突破30万人。原因除了基因、生活方式、文明病等等拢有关系。另外，失智症自去年起已经正做国人死亡原因的第12名，这届杀数为回本，嘛希望他莫受到疫情的影响，大人囡仔对网络嘛通阅读。有非常多人因为被居家隔离或需要居家照护，或者是因为个人安全的问题而不愿意使用纸本，作为动画绘本呢，就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国健署表示，以用以失智症做主题，红仔册足少的，所以这届特别用绘本解说一寡失智症患者可能会发生的状况，互囡仔通有同理心，理解这个疾病跟家厝内的冲突。记者陈嘉文、李秀凯台北采访报道。伫咧台北嘅大潮埕有一栋历史建筑物，真正是有一位来自香港嘅律师，家开钱买落来创办私人嘅博物馆。不过今年博物馆特别结束营业，即阵因也推出以老厝做主题展览，才做最后一期嘅展览。一栋花仔草做厝顶的厝，这是即马阁有咧住人的人家厝林家草厝。另外一边是高雄基镇有70年历史的老厝锦绣老屋，这当咧展出来自台湾各地50间老厝的影像。规个台澎金马拢去四处行行的，有的一寡老厝即马已经拢歹去啊，抑阁有嘛有家记录落来。那有的老厝咧，即马抑阁有人咧住，抑阁有即马新的现代的设备伫咧内底。那嘛有的老厝呢，有商业的活动，或者是变成一个文创空间厝。只要有人使用，拢就好诶。展览馆迪化207博物馆本身也是一栋老厝，2009年登录历史建筑，2016年来自香港的陈国柱律师甲买落来，今年创办迪化207博物馆。这个老厝的展览是因的上尾一件作品，迪化207博物馆今年就要收煞。天天这样子做自己非常喜欢的事情，有一天忽然发现，我也老了20岁了，很多的考量之下。再加上，因为我的家人还有我的孩子都在香港，我以后在台湾的时间会大量的减少，我也没有办法有那个时间跟那份的精力。其实阮的出发点就简单，互大家礼拜阮这间老厝，看到别间老厝拢遐尼的水，你就想讲要把这老厝好好保留下来。迪化207博物馆这栋建筑落尾会由林永台文化基金会接手。陈国柱表示，未来才会真做基金会推广文化工作的所在，伊嘛会伫香港继续推广文化艺术工作。记者郭文兆随台北报道。高雄市今年本土剧毕业歌剧创作比赛，台前国中的青春梦一阵风，摕到国中台剧组的冠军。这条歌的词曲创作者就是学校的英语老师宋怡晶，伊毋是音乐专科的，却是连续3年拢参加比赛，甲人摕到2摆冠军。伊是希望创作台剧的毕业歌，予学生来传唱。台林国中的学生囡仔唱出《青春梦一阵风》，祝福因要毕业啊！就是这条歌摕到今年高雄市本土语毕业歌曲比赛国中慢乐剧组的冠军，创作者就是这位宋怡晶老师。你叫 ABCD。宋怡晶甲英文10几档啊，有时上课会加减讲台语。虽然伊本科是英文，因为对细汉就学钢琴，平常时就爱家己写歌，所以连续3档伊拢参加台语毕业歌的比赛，而且得到2摆冠军。拄好嘛有咧写，嘛有咧听，嘛有咧看，所以就去报名参加呢，嘛是互家己嘛甲学生一个机会，趣味啊较本土的感觉，嘛是会当用这个机会甲学生教咱台语的文化。宋怡晶创作这条台语毕业歌，所发现爱唱歌的学生真多，不过会晓讲台语、念台语歌词的囡仔，一档比一档少。会晓念的时候，咱咧唱，唱出才较自然安尼。所以其实伫咧录进前，囡仔练足侪遍，包括迄村里上高讲台语的，就是阿嬷，甲阿嬷练。我喜欢唱歌，不管是台语歌或是国语歌，我都蛮喜欢的。
而且周遭的人也都会给我肯定与鼓励。主唱的学生囡仔听到毕业歌得冠军，拢真欢喜。校长讲录音拍影片，予今年要毕业的学生一个展现家己的机会，嘛是送因上好的毕业礼物。记者邓亚文、罗一哲高雄报道。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21度到27度，苗栗到云林对21度到30度，嘉义到屏东对22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1度到28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9度到26度，预估未来3天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